主后2024年6月26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生命的尊定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希伯来书第6章13、19、20节。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时，既然无比伊较大个通入世，就基本身来入世，讲。我一定要赐福你，要加添子孙互你。亚伯拉罕熬吞忍，所以有得到所应允的。因为人是基比伊较大个来入世，嘛用入世做担保来解决因中间所有的争执。上帝爱遐个承接应允的人较实在。伊的计划袂改变，所以用入世来保证。伊的应允甲入世即两项拢袂改变，因为伊袂讲白贼，互咱遮个逃避去求伊保护的人，会当得到真正的激励，通持守迄个伫咱头前的愿望。咱有即个愿望，亲像性命的定，趴伫圣所帐篱的内面，安全可靠。耶稣为着咱做先锋，已经入去遐，照未记洗净的班次，做大祭司直到永远。生命的尊定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引述旧约圣经，讲到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，互上帝呼召离开故乡赫兰的时，上帝应允要赏赐互伊无数的子孙，广大的土地，搁正做大国。亚伯拉罕伫不断迁徙的过程中，上帝一再愿伊重述安尼的祝福。上帝甚至举家己的名发誓，伊的应允必定实现。永恒的上帝发出的誓约袂改变，也袂消失。天地拢会改变，上帝应允还是存在，一定要赐福互亚伯拉罕，搁甲伊订立永远之约。总是这个应允赐福之约伫实现之前，亚伯拉罕必须耐心等待，免得伫上帝的应允还未实现以前，就丧失信心。上帝应允要赏赐互亚伯拉罕有福的，总是亚伯拉罕伫75岁的时，互上帝呼召离开赫兰，直到100岁的时，才对伊的某撒拉得到一个囡仔以撒。等待的时间超过25年，甲上帝立约的人，必须有立定久长心志的准备。对安尼要看到上帝应允一直持续不断赐福后代子孙。上帝应允之约庇荫子孙，就算因背逆上帝悠远带念，甲以色列人的祖先所立之约，伫宽恕、怜悯之下，继续看顾和带领。希伯来书作者劝勉犹太信徒伫面临信仰迫害之时，爱专心忍耐，坚定信心，就亲像因的祖先亚伯拉罕共款，坚持相信上帝的应允必定实现。2000年来的基督教会历史中，咱通看到真侪忠心信徒的斑斑血泪。当迫害来临的时，坚持信仰者也是信心受到煎熬、虐待，也是财产受剥夺，也是受迫远走他乡避难。
稳定安全的生活不可得，甚至袂少人顺道。总是追求上帝庇护的人，会忍耐当前的苦难，持守信仰，掠条火放下点头前的愿望。有安尼的愿望，拄亲像性命之定，安全搁可靠。福音传入台湾的早期，也常常有信徒遭遇迫害的代志。反观今仔日，咱有充分的自由选择信仰，个人的生活和性命拢不得因为持守基督信仰受压迫。伫信仰前辈辛苦经营建立下面，教会遍满逐位，教堂设备超全。伫稳妥的环境内，咱通伫美好的氛围中敬拜上帝。我相信这是上帝丰富的恩典。总是，咱是毋是也发现，伫周遭同信的兄弟姊妹中，甚至是咱本身，或是不自觉，或是极力将心思精力拢投入伫俗世丰富的追求内。咱追求财富、权力、瓦靠这个，搁将伊看作是上帝赐福的全部，却袂记得永生的福分。有限的人踮伫世间的时间有限，财富、权力也会跟地消逝。总是永恒的主赏赐今世丰盛的性命，也使永生愿望的应允。生命的丰盈，不论安怎动荡，愿咱拢会当持守愿望，将生命的定把稳踮伫主的救赎应允顶面。默想，我捌领受上帝倒一寡福分的应允，搁因为持之以恒就蒙福。我捌领受上帝倒一寡福分的应允，搁因为持之以恒就蒙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我愿意倚靠你，伫信仰的道路持续精进、成长、恒久信靠你，来领受你的应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